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2月7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先同齐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台湾今日增加2例境外移入个案，但市中证实讲，咱已经买到505万剂的莫德纳有风险，年中会予医护人员先注。春节假期头一天，总统蔡英文视察国道交通状况，也拿大清德市区疫情指挥中心特赦防疫人员。保育类的鱼仔鲢鳙鱼，全台湾存无30尾，换顺队即马已经将乌白掠鱼的2个人移送法办。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咱增加2例境外移入个案，一位是印尼籍的移工，另外一位是对缅甸回来的台湾人，伊是重症患者，即马伫咧加护病房插管用呼吸器治疗。也那陈市长今日也证实讲，台湾已经买到505万剂美国药厂莫德纳公司所生产的有风险，年中到位就会先予医护人员来做。指挥中心宣布，国内阁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分别是对缅甸甲印尼入境。其中缅甸入境的个案第935例是台湾籍60多岁男性，去年1月份去缅甸做工课，12月20日发烧家扫，29验出新冠肺炎阳性，30伫咧当地住院治疗。伫咧今年1月27出院，因为阁一届出现喘气有困难，所以2月初3转搁伫咧当地住院治疗。初7是坐医疗专机返来台湾，入境了后住院隔离，初10确诊。前面如果是真的缓解，那而且如果验的病毒量有变少，到后期的状况，我们通常是认为是恶化，很可能是，比如说是一些免疫机制所造成的。指挥中心表示，第935例 CT 值是23，病毒量也阁真悬，可能也阁有传染着。在医疗专机返来台湾了后，直接入去加护病房，目前插管使用呼吸器，属于重症的个案，状况也是真危险。若是新冠疫苗上市，真侪国家嘛小连续开始做，各界嘛将关心台湾疫苗的采购进度。美国制药厂莫德纳初稿表示，已经甲台湾和哥伦比亚政府签订疫苗供应协定，分别提供500万剂甲1000万剂的疫苗，预计伫咧今年第2月开始供货，会分散去22个管区卫生局也是指定的所在来坑。依临床试验结果，每人需打2剂，2剂隔离的间隔的时间28天。那疫苗的保护效力可以达到94%。陈市长表示，原则上莫德纳疫苗会来台湾交货，毋是台湾家己派飞行机去领货。若是国产疫苗买当期待。目前高端甲联亚疫苗拢已经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指挥中心嘛已经甲其中一间达成共识，会签500万剂的采购合约，另外阁有500万剂的口头合约。若是另外一间嘛会继续向这个方向来参详。记者综合报道。春节假期头一天，总统蔡英文今日是去高公局和国道公路警察局了解国道的交通状况。事后，伊嘛去空军作战指挥部了解过年时航空战备的情形，伊嘛发加菜金。也那副总统赖清德是早龟苓膏和油仔松去疫情指挥中心特赦防疫人员。总统蔡英文初10早起前往高公局的交通控制中心来听今年春节连假的交通疏导状况，要了解车流状况，也有相关的疏运措施。蔡英文认为讲，伫咧有限的国道用率直管，要满足台湾人回去故乡的需求，是今年过年上大的挑战。疫情再加上气象预报，春节降雨几率高，那我们预估呢，国道部分的路段比较容易发生拥塞，请大家多多费心。蔡英文刷落来嘛去国道公路警察局，实际了解警察同仁过年值班的状况。那春节期间你们是总动员？中共军机一直扰乱台湾，蔡英文伫咧过年暗暝前一天，嘛特别去空军作战指挥部，除了要了解过年期间的航空战备，马上加菜金来慰勉国军。副总统赖清德是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还有1922防疫专线卫务中心，对防疫人员来表达感谢。今天是小年夜，那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从去年的过年到今年的过年，可以说1年365天，1天24小时，大家都不停歇了。不过台湾社会对大家是非常感念的，感谢你们的付出。赖清德表示，防疫当然是真辛苦，所以特别送上顶疫情规定的龟苓膏，还有会当互值班人员休困的枕头。若是卫务中心平均每天要接12000通的电话。赖清德是送会当互脑较爽快、有爱心，希望互大家讲电话时阵袂遐辛苦。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有旅馆业者是烦恼讲，春节过防疫旅馆大房率会降低，未来可能会有一寡饭店经袂落去全倒店。台北市长郭文铁今日去防疫旅馆视察，伊讲防疫旅馆的退场机制就是对市场的机制在咧走，等若疫情较退，会当回去做一般饭店。也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去运动中心视察，要求运动馆定定爱落实防疫规定，也若这运动器材嘛，就爱让位互民众做使用。防疫旅馆的员工，无论是送饭菜或者是整理房间，每一个部分拢爱真认真，穿几套的防护衫、喙簪、甲酒精等等的防疫用品，拢穿甲真焦装。营养新正，围炉迄天还阁替房客准备围炉菜，还阁有春联，互因伫隔离的期间，嘛会当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目前台北市防疫旅馆的数量是全台湾上济，有102间防疫旅馆，提供差不多7000间的房间。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围炉前一天视察全台湾头一间公开的防疫旅馆，有业者烦恼讲，新增了后大房率会减，可能引起一批业者的倒单。郭文哲指出，要做退场，拢要看市场的机制。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然就扩张嘛，但没有需要，如果他没有房客，他自己就会应该用套用那一句话嘛，每个生物都会找到它的出路。所以当他如果没有那么多房客，没有那么多外国进来的需要居家检疫的旅客的时候，他自己自动就转为做国旅使用的旅馆嘛。新北市长侯友宜伫春节连假的头一天，去南口国民运动中心视察防疫措施。除了徛名册、挂喙簪等等的工课以外，运动器材嘛要让咧使用。进出口动线不一样，同时实名制、消毒手部、量体温，做到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把社交距离全部拉出来，像跑步机间隔一台，另外一台才可以使用。以新北市来看，伫新正的期间，16个国民运动中心，除了围炉甲初一休困以外，为初二开始拢会提供服务。希望民众伫休假的时阵，嘛会记得运动，维持健康，而且要落实防疫，袂当放任，一定要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时北部有看到日头出来，不过因为锋面通过，各地天气都变化。伫咧北部含东半部会落雨，不过气象局讲，明仔载下晡等下锋面通过了后，中南部的地区拢会好天。不过在日时含暗时温度变化会真大，天气乡亲就要多多注意。春节连假的头一天，西门町的人人袂少。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无法度出国佚佗。到8月2是好天，出门行行咧。为着互民众出门行搭较利便，台北市政府特别针对西门町、甲动物园等等台北市19个旅游景点，做景点警示的灯号，只要人阵超量，就会显示红灯，建议民众莫去。可能跟家人出门才会去看吧。对啊，可是我跟朋友应该就还好。疫情期间呢，还是小心一点、安全一点是最保守的。有些游乐设施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上网看。当然，如果说人数已经到了，我们就不要再去了。民众普遍认为讲，有这个系统，就会当将阿要去的地点的情形评估，敢是要出门，是真利便。不过，这届春节连假，全台湾受到封闭的影响，围炉前一天开始。各地的天气会开始无稳定，较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公雨。锋面影响的时间大致上是到明天的上午，明天下午之后呢，由于锋面逐渐通过，那东北季风会增强，在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缓和下来。不过，由于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仍然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雨。气象局指出，初一到初五落雨的所在是以迎风面的北部甲东北部为主。围炉迄天过到，锋面通过了后，中南部还佫有外岛会转做侪云，嘛有可能会出现日头，因为日暝温差真大，提醒民众都要注意保暖。记者综合报道。昨中昼讲，伫咧屏东垦丁大街有一间电动的机车行火烧厝，火一烧呢，附近的4间店面拢去扫掉风台尾，加载无人受伤。不过，当事人和家属真着指控消防队干打顾拍火，并无成救人。这支消防队的标准作业流程有4角叉。火灾现场店家无用伫咧饼店面，暗过可能无法度伫咧过年期间恢复营运。
车到中岛垦丁大街顶悬的电动机车出租店发生火灾，火势炭烧4间店面，迄当阵传出无人受伤，一个人家己走出来，毋过当事人甲家属透过社群媒体指控，消防队敢若故意拍火，无愿意来救人。如果今天没有那2名热血的员警呢？那是不是我哥就这样火场这样就没了？就这样莫名其妙就没了？因为你们第一时间没有去理会家属说楼上有人。脑中一出现说，我是不是要死怎么办？妹妹他们一直紧张，听到爸爸一直呐喊，拜托来后面看一下，我孩子在里面。那我在那边等待的时间，竟然都没有人。拄到火店的隔壁走出来的当事人，有小可砸着伤，也搁伫咧病院观察。想起迄个过程，也是心惊惊。家属指出，火灾发生的时阵，阿兄红调伫2楼，爸爸请求消防队到3角来救人，搁清楚讲出伊伫什么所在。毋过消防队煞无人来甲伊到3角，好佳在警方陪因爸爸拄后壁门，顺利甲人救出来。考量到这个受困者这个父亲啊，怕他只身前往火场会有意外，所以我们是陪同他到现场。当时2个现场，警方讲出协作的过程，若是消防队嘛配合，救人是第一重要的。救人一定是我们第一个优先的工作。然后第一时间知道有人受困的时候，我们就准备架梯抢救的时候，又人员已经脱困，所以我们就转而把消防力再倾向于现场的抢救工作。消防局表示，拄接到报案到派人来抢救，拢会一直较人工感受人红调伫内底。抢救的一切拢有照 SOP 的流程，可能是现场受过乱，会搁甲当事人甲家属来说明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保育类的鱼仔灵王鱼，嘛有人叫伊泰戈灵王。全台湾即马剩无30尾。这几天红头书讲有人有掠到一只1公尺长的灵王鱼，即马华顺队已经掠到2个涉案人士，会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甲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相片内底一个蓝色的青少年摸一尾体型超过1公尺长、无蓝色正水的鱼，另外一只手搁比赞咧翕相。毋过真足来看，鱼头有特殊扑起来标志，是一尾防护做灵王雕的曲纹纯鱼。伊是国际保育组织列做强要济种的物种。专家讲，台湾已经存无到30尾。它在国外呢，它算是海洋金鸡母。对它有这种侵略行为的话呢，它是会靠近人类的。它就是因为它在台湾呢，因为它越大之后越不怕人，那这才传来。搁真足来看相片，这尾灵王雕的身躯哪像真侪去互鱼枪拍的空，可能是去互掠的。地面手讲灵王雕会当活到40-50岁，去互抬死应该是生鱼，因是真重要的酸乌达生态鱼类。毋过即马台湾又搁减一尾，真正是真可惜。海巡署华顺1-3大队已经找到2个嫌疑人，进行了以野保法函送台东地检署。经调查，该2员捕获民众为兰屿乡朗岛村李姓及谢姓居民，2人均表示为其误捕。灵王雕去互鱼枪拍死的代志，2016年伫绿岛嘛捌发生过一件。台视灵王雕的民众以违反野保法判刑6个月，并扣罚金30万。毋过一摆佫传出伫咧蓝水的灵王雕去互台视，地面手正心痛的呼吁，灵王雕有生态维护甲观光的价值，无论大细只，拢应该好好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咱甲镜头转去缅甸，在缅甸反对军方政变的示威活动约未动点，那传出有民众去互警察下着头壳，警方也去昂山素季所犯的这个全民兵总部，甲一寡文件和电脑拢抄起。即马欧盟和美国也拢考虑对缅甸实施制裁。听到开枪的声音，画面下骹即个穿红衫的查某囡仔就倒伫个涂骹。缅甸民众无顾限制甲宵禁，继续伫街路抗争。军方顶也未手段嘛升级。外电的报道指出，拜二伫咧首都奈比多，缅甸警方向示威的民众来发射枪支甲手榴枪支。即个查某囡仔送病院治疗了后，医师证实是一粒枪支造成头壳受伤，性命有危险。另外，还有2个查甫人共款去互枪支攻击，有性命的危险。翁山书记所属的政党全民兵拜二也嘛去互警方突袭。当地人士带记者实地勘查，发现真侪所在门锁拢去互破坏，纸也伫咧涂骹，电脑甲文件嘛拢无去。就算发生暴力甲闹火冲突，第2天缅甸的民众也是重新登去街路。ကျွန်တော်တို့လူငယ်တွေကလည်းငြိမ်းချမ်းသောနည်းလမ်းကိုကျွန်တော်တို့အသုံးပြုမယ်
ငြိမ်းချမ်းသောနည်းလမ်းကိုကျွန်တော်တို့အဖွဲ့ပေါင်းစုံကနေကျွန်တော်တို့ဥဆောင်မှကျွန်တော်တို့ဖြည့်ရှင်းမယ်ကျွန်တော်တို့ဒီဆေးအာနာရှင်ကိုကျွန်တော်တို့ဆေးအာနာရှင်ကြဆုံးပါစေဆိုရဲကျွန်တော်စိုင်းမုံနဲ့အညီကျွန်တော်တို့တိုက်ထုတ်တောင်းမယ်ပေါ့နော်本地的少年人充分发挥创意，有各种的控制，因组成自由车队、提款队的机仔都行路过，还佫有健身俱乐部的少年人展现金马来控制。啊，若是指定头一届投票的人是来日本驻缅甸的大使馆，遵守禁止5个人以上的限制规定，坐伫咧小型的管区游泳池内底表达诉求，要求国际对军方施压。看到缅甸的经济欠关，美国各一届呼吁军方放弃夺权，恢复民选政府。We strongly condemn violence against demonstrators. All individuals in Burma have rights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sociation, peaceful assembly, including for the purposes of peaceful protest. 美国甲欧盟目前拢考虑对缅甸实施的制裁，当地经济敢是继续恶化，各界嘛继续伫咧关心。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辑。就惊疫情会伫咧春节假期扩散，中国即马释出正严格的防疫政策，各地也释出优惠措施，就希望讲且替人做事的工人唔好回去故乡过年。因若今年中国春运回乡的人潮，估计会减到永年的一半，差不多有17亿人次。中国春运第一天，北京火车站要坐车返乡的人无多。顶多是新冠病毒采检站排甲落长，也特别凄凉，对，特别凄凉。就是往年也已经自己在北京好几年了，头一次遇到这种车站，基本没有人。中国的春运，互人叫做是代表上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往年卡不着拢是30亿人次的数量。今年春运是1月28到3月初8，当局规定春节返乡的人要伫出发前7天，家己开钱做病毒检测。到所在了，搁再进行14天的居家健康检测。这段期间袂当参加任何甲人做伙活动，而且7天就要采检一遍。那就是反正隔离14天，做核酸做2次，再回来自家隔离都7天。如果用别的地方的，都是自己到乡里那个做个核酸就行了。政策一出来了，社群媒体虽有人讲，一寡检测加隔离的规定。对真侪伫咧大城市趁一寡无薪水的农民工来讲，成本悬、负担重。为了要预防可能发生民怨，各地政府拢推出优惠措施，吸引农民工直接在地过年，卖返乡。像深圳留伫咧当地农民工会当摕到1000人民币奖励，2市分予老手的农民工500块人民币消费券。有一寡城市动作更加大。讲要互在地过年的农民工享受更加好的教育加医疗等社会福利，因为防疫提倡在地过年，线定买年货、快递礼品送祝福，最近真红。线定春节采买平台才开始10天，就创3441亿人民币业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加3线城市之间的跨省送货量就成长6成。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新鲜的代志，伫咧美国德州有一间地方法院，拜日伫咧开这时讯听证会时，画面顶的律师怎变做是一只会讲话的猫咪？出庭的人是拢看甲硬去，原来是有一位检察官伊无细意去试着时讯软体猫咪人像的效果。美国德州一间法院，当地时间初9召开时讯听证会的时阵，竟然出现一只会讲话的猫仔。You might want to. We're trying to. Can you hear me, Judge? I can hear you. I think it's a filter. 伫时讯的画面内底，这只猫仔唔但会叮当，阁会讲话，甲严肃的听证会做伙，是互人真袂惯势。原来是一个地方的检察官庞顿，时讯的时阵无细意去试着特殊的镜头，连家己看到都惊一跳。I'm here live. I'm not a cat. 庞顿尾手是赶紧把这个特殊的镜头关起来，继续庭审。不过，这段时讯出现猫仔经典的画面已经封录起来，还阁互法官放去咧 Twitter 顶悬，提醒大家伫时讯的时阵，都要会记咧甲特殊的镜头关起来。因为这个影片已经吸引超过1200万的人看过。庞顿是解说讲，迄天伊用的是秘书的电脑，可能是秘书的囡仔甲这个特殊的镜头开开。虽然感觉真歹势，不过大家看了笑笑的，嘛是真心实。But we've learned a lot, and it's hopefully. I'll keep the cats away from my next hearing. I'm here live. I'm not a cat. 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在地消息来看，昆林未了乡有未少庆祝新年的活动受疫情影响，拢取消。今日这在地居民是动手为锅仔丁，将因的新年愿望画伫咧顶头。计共有400多粒的锅仔丁，就展示伫咧泰安宫的庙埕，要一路登到元宵节，祈求平安好过年。时代摕蜡笔，将新年的愿望一笔一笔画伫咧锅仔丁顶头。另外一边的阿嬷无用切色，就望锅仔丁水搁大班。再拢阮画牛年，画牛啦，啊搁画花啦。因为我较袂晓画图，所以画一个年年有余。婚姻观未了乡的时代含囡仔，希望唔是专业画家，不过因的作品五花十色，对牛、风景到地图人拢有。计共400多粒的锅仔丁，即马就伫咧泰安宫的庙埕展示，要一路登到元宵节。社区甲咱桥头国小。从旧年咱就做庙的彩绘有无？今年疫情安尼，咱正好就分开啦，无爱集中啦，分开互因迄个国小彩绘了。希望会当众神明会当保庇大家咱当未了乡的乡亲大家当平安顺遂。受疫情影响，泰安宫取消抽奖的活动，乡公所一寡庆祝新年的活动嘛拢取消。不过在地居民拢望安家的锅仔丁会当聚集好运，互旧年平安好过年。欢迎大家来到锅仔丁。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看线来讲，高雄伫咧高雄林园南马地公园有一个真出名的海蹄蚵。今年官人讲这蚵有5-6万尾的颠倒海蹄，而且佫出现身躯浅蓝色的这种海蹄，咱做伙来去讲解一下。水母的闽南语怎么说？水母。这个水母。不对。囡仔手要回答，煞拢无人讲对。林园腊八地上出名，这一尾一尾古水的生物叫海蹄，而且因拢是倒头在受水。海蹄哦，互迄冲锋藻会带伫遐内底。你帮助我，来我若帮助你呢，我晒日产生养分，伊的腹路会饱。真足甲看，不管是海蹄仔囝，也是大只海蹄，拢是冰冷冷浮伫个水面，亲像一缕花。而且天气愈寒，数量愈来愈多。即马规片湖内底拢是，最近阁有发现蓝色的海蹄，真罕见。普通伊个色上侪，先开始惊拢咖啡色，拢白色。渐渐伊会把冲锋藻，伊会伫伊个身躯内底直发，转变咖啡色。蓝色个是因为看起来介疗愈啊，所以拢介喜欢。但是介久较看会到咧。有家己来看过，也毋过毋捌遮个知识。透过今仔日有人带，变到熟悉愈侪。原来这个湿地公园遮的宝足侪啦。因为海蹄看起来真古锥，毋但有老师带学生来参观，大人看到嘛感觉真趣味。每当10月到过当年5月，伫个林园腊八地拢会当遮尔近看到颠倒海蹄。苏文华估算，旧历过年这时阵上济至少有5-6万尾。游客来林园，毋但会当欣赏颠倒海蹄，阁会使来晒海风，看色甲形海影。因为遐高平溪含这台湾海峡的这个洋流两个冲击嘛，冲击就形成有这方块海啊，方向无共啊。四角形海影上早是伫个法国甲马祖介有名，是世界级的美景。想袂到伫林园线尾嘛有，而且规年冬天拢看会到，已经是林园新的景点。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明仔载下晡，等下锋面通过了后，中南部地区拢会是好天。不过日时和暗时温度侪变化，民众得爱多多注意。来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1度。再来，在中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在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东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
伫咧金门、平遥、马祖温度上低12度，上悬21度。明暗就要围炉啊！民间伫咧遮相祝乡亲，合家勇行笑嘻嘻，平安团圆好时机。牛年趁钱拿趁水，新牛竞车过支持。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